越南、南韩连日咧落大水雨，包括首尔在内的一寡城市受大水雨的影响露出灾情，嘛有造成一个人死亡。越南、南韩政府嘛有疏开1150多人。伫咧蒲州附近的农场，河满起来溪水规拢淹去，这个村几场幼灾，农作物损害树仔岛厝淹水。났죠. 뭐 한번 수해 옛날에 그 98년대 수해 당해가지고 그 생각을 해가지고 막 그 트라우마가 있어가지고 비만 오면 막 겁나고 물이 막 차오르니까 너무너무 겁나요. 东山区蒲州有人无法度出来，救援人员在树林村入去甲人救出来。十八全国真侪所在降雨量超过300毫米，首都圈的交通运输暂停，包括首尔在内几多个城市发河加大水直播，因为道路安全，高速公路一共29条溪并桥拢封起来。 일상생활에서는 미리 뭐 준비하거나 준비해보고서도 아무 소용이 없고 내 예감도 아무 소용이 없는. 空中的交通也受影响，江原道2天内落400毫米的雨量，连川机场航班大乱，25班飞机取消。南韩每年7月是雨霜啊雨的季节，不过伫最近这几年一直出现极端天气。总统尹锡悦认为这是气候变迁的结果。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，梅雨季节可能也会拖真久，各单位将为上歹的情形做好准备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